下来是空具恶鬼是吧？空有恶鬼，空有恶鬼，空有恶鬼，妖精、亡鬼、石魔、厉鬼、女鬼、独角鬼等等，这些恶鬼恒时处于恐惧、怖畏和迷乱的境界之中，经常生起恶念。唯有惊奇于损害他人的恶业，他们似乎多数都立即堕入地狱等恶趣的深渊，深什么？深冤啊！无论他们生前是以病死、兵器所杀，或邪良致敬等何种方式恨死，每个7天，他们都要感受一次以那种方式的死亡的痛苦，想把这种痛苦转移给别人。但无论到哪里都是害人不利己。满心欢喜地来到昔日的亲朋好友面前，却令他们生病或发疯等感受不利的痛苦，以加是修正咒师们做主烧抛以鬼事，将这些恶鬼压伏在将这些恶鬼压伏在地下黑暗之处，长达数节，或者做火供，将它们烧在火里，或者抛下去些芥子或石子，将这些恶鬼的头裂成百片，身断着千节等，很是不离痛苦。这些恶鬼还要感受冬季太阳寒冷、夏季月亮酷热等反常现象的痛苦。这些与一般恶鬼相同，有些恶鬼则与鸟狗等令人讨厌的形象，感受难以预测的无量痛苦。因此，我们应诚心诚意思维，自己代受那些恶鬼的痛苦，并对身在恶鬼界的众生发起慈悲心，以圆满家信、正信、后信而修持。接下来就是要讲旁生之苦。我们前面呢，就是在恶鬼的方面，就是恶鬼的就是3种，就是内脏恶鬼也好，外脏恶鬼也好，内脏恶鬼也好，特长恶鬼也好，整体的它的总的那个所有的恶鬼的痛苦是都一样的主要就是饥饿的痛苦。那么这个当中呢，也是有一点点内脏和恶脏、特脏这3种不同的地方，是就是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地方。但这些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要反复的，以后我们要反复的看书，然后看书的时候就是必须得要怎么说呢？要修持才是最重要，必须得要得到感受。我们如果是没有得到感受的情况下，那我们修持是比较没有得到利益的。我们要得到的利益是什么？我们要得到对这个我们今天所听的这个轮回的过患，对这个法让我们产生对轮回的出离心。我们没有感受到对轮回的出离心的话，我们今天听了这个课，明天去实修这个，后天去实修这个，然后就实修了好几天以后，那第2天的时候，好像我们对这个人生感，对这个时间轮回的贪心感，对这些过去一样，过去所嗔恨的对象，越来越嗔恨过去所贪心的这些对境，
金钱也好，各个方面就是越来越欲望越来越高的话，那对我们的利益不是很大。但我们作为一个在家的修行人来说的话，那么并不是说我们一听闻这些佛法以后放下一切，那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所谓的放下一切，也可以这么讲，放下一切贪嗔痴，内心的执着，一切都是要看到就是很平静的、很平凡的。我们今天就是为工作的努力也好，为家庭的努力也好，为修持的努力也好，都当做重要的方面来说到，就是平等的重要。那么这个不要有什么这个怎么说呢？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修行是有的时候就偶尔去做一下就可以。这种想法本身的很多人来说到就是这种想法，但是这个呢，就是能够可以做到平等的这种思想的话，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这些连这个都做不到的情况下，那就非常怎么说呢？也是不会变成什么。不会变成是一个好的修行人。如果作为一个好的修行人，那么在日夜六时，任何时间都是从内心当中不能放下修持佛法的想法。自本作为着康中